歡迎光臨黃埔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德民街、入閘機、月台、自助客務機、售票機、A 出口及 B 出口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德民街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德民街之升降機。如要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如要前往付費區內嘅自助客務機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付費區內嘅自助客務機。如要前往閘外嘅自助客務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五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閘外嘅自助客務機。如要前往售票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售票機。如要前往 A 出口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 A 出口之樓梯。如要前往 B 出口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六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 B 出口之樓梯。